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哎呀，舒服一下呗。今天做完这个就够了。他那都想做什么？傻瓜，醒醒啊！傻瓜，快醒醒！傻瓜，你个傻瓜，快醒醒！行了，别跑了，没追上。怎么了？你把那个大白虫赶走了？傻子，要不是我刚才反应快，你的五脏六腑要被偷光了。他为何要偷我的五脏六腑啊？拿去换钱呢，笨蛋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因为需要你的肉身，要不然我才不管你的死活呢。今天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往后我命令你做事情不许再啰嗦。切，这样吧，你保证以后不再打我，还有，今天要让我打你一次，怎么样？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哎，这是何物啊？玩具，走吧。玩具？走了。放心吧，福生我让他睡在餐馆了。柳儿和小皇帝现在也睡得挺香的。唉，这乱七八糟的一天可算是过去了。明天呢？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，
今天晚上先睡个好觉。再大的事情有我黄辉在呢，放心吧。对，有黄辉在，不用怕。那，谢谢喽，晚安。晚安，月。愿你有个好梦，我的小公主。我警告你，我们是私人恩怨，你要报仇冲我来，但是不能对我有任何的人身攻击。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过气写手，你这么做，无非是想提升知名度，你想博出位，想出名，你想疯了吧你！屡次三番挑战我的底线。到底是谁对谁做人身攻击呀？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啊？嘿，我偏说，我就是要说。我才懒得浪费精力对你做人身攻击呢！我冯峰敢用我这绝顶聪明的脑袋对天发誓，千真万确，如假包换，100%，他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你爱信不信，不信拉倒。忠犬。那个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儿子？我再糊涂，也不可能自己有个儿子都不知道吧？老大，来，喝水。静静那边已经找好关系去化验了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还有，那家店的投资商已经准备好了，需要等一个人尽快腾空。我该怎么回复啊？你告诉他，跟王老板说，再给我们几天时间，我们尽快回复他。冯峰，孤女。你这干嘛呢？大半夜怪吓人的。这个点你不是应该在补你的美容觉吗？啊？当一个人止不住想哭的时候，把人倒过来，眼泪就不会流下来。什么和什么呀？今天你从会场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很奇怪。你不是和芬妮见过面了吗？就是因为我们见过面了，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俩离得越近，反而越远。不是能说人话吗？我没有勇气跟他表白，你懂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聊天很讨厌？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把好端端的一个白痴给逼疯了。任静啊，你怎么还在啊？哎，你最近好勤奋啊，天天钻图书馆查资料。教授还夸你呢，说你最近总去请教他，让我们向你学习呢。这太不像你的风格了嘛！你说你是不是想拿第1荣誉毕业呀？我努力吧。哎，露露，哎，去看一下消化细菌培养情况。好嘞，师兄，报告出来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呀？还好几个小时呢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一定要在第1时间拿到报告。师兄，你先忙吧，我不用管我了啊。行，我不跪，我不跪。
冉冉拜见太后娘娘。我的皇儿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，没有消息，也便是好消息。太后娘娘，其实冉冉今天来是向您道别的。道别？想必太后娘娘已经知道，拓跋将军自裁谢罪一事。我日日向佛祖祈求，愿他放下心中的怨恨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安好。太后娘娘，您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寻死的方法有千万种，拓跋将军何须大动干戈去挖一个大坑往下跳？冉冉思忖了多日，终于想明白了。或许拓跋将军所说的怪异之事都是真的。怎么？也许拓跋将军真的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的世界，一个新世界。太后娘娘，您知道？我也是略有听闻，之前听冯昭仪宫里的柳儿提起过，以为是趣闻野史，如今想来，或许真有可能。那冯昭仪的所作所为，确实不像生活在这儿的人。冯昭仪，冉冉有些印象。听说先帝也是因为他消失在龙卷风里的。如果真的有那个平行的世界，我有时想，我这个深宫里的可怜人也该去看看，体验一下冯昭仪所说的平等自由的爱情。如果我当初勇敢地去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，我和拓跋将军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。太后娘娘，冉冉一定会找到拓跋将军，还请您保重。你对拓跋将军的忠心自是可嘉，但同是女人，有些事情我需要提点你。太后娘娘，请讲。人生苦短，不要为别人活着。愿你能找到自己的生活，包括爱情。爱情？什么是爱情？它会让你脸红心跳，让你彻夜难眠，让你时时刻刻牵肠挂肚，让你……等那一天到了，你自然会明白。拓跋将军，冉冉来迟了。僵尸！僵尸！啊！千年僵尸出土了！什么僵尸？是说我吗？这里是新世界。人各一等，什么奇奇怪怪的名字啊！哎，皇上，带我小柳儿出马，回头给昭仪娘娘重新想一个。谢皇上。
比不上这个皇宫，但凑合。皇上，皇上早。嘿，小店不胜您大驾光临。虽然这里不及您家，但食物还是极好的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笑奴婢啊！太好吃了！婆婆，我买了好多早餐。我忘了有专业厨师了。拿来给他们尝尝。柳儿，快坐啊，尝尝皇妃带来的早餐，绝对不输给福生。哇，有我最爱吃的油条。不敢。哎，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？好孩子是不吃独食的。哎，你要是都吃完了，你哪有胃吃别的呀？福生还给你做了鱼丸呢。鱼丸，我爱吃。太好吃了，皇上，这比御膳房做的还好吃。福生，你做起饭来还人模人样的。好吃，一辈子给你吃。来，吃一个。你不要乱说啊！我不耽误你找媳妇儿的。媳妇儿。我想以这个店做我事业的新起点。柳儿，真对不起，我恐怕守不住这个店了。我也不是什么女强人，我就是个三无的女人，没钱，没事业，没感情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担心的是你们今后的生活。姐姐，刚才他们听到饭店要关门，都挺失望的。特别是柳儿，我也真没用，帮不了他们。别这样说，你已经很照顾他们了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安顿他们？我想过了，福生的话，我会送他去医院，一边疗养，一边给他找个厨师的工作。柳儿没学历，没文凭，当个保姆应该是可以的。最难办的就是小皇帝，孩子最需要父母的爱，但是硬塞给离婚也不会幸福的。看来，只有想办法把他送回去，或者想办法把他妈接过来。所有的人你都替他们想好了。那你呢？不是都说了吗？回学校读书啊！你不是带我实地考察来了吗？你看这里，安静祥和，与世无争，做学生是最快乐的。逆向思维一下，做学生是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而已。可能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你会想要学习，
对吗？之前柳儿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一个人轻松的、慢慢的放下那段感情。可他们来了，以你的性格，你绝不会放下他们不管。可是呢，他们跟那个李欢又有脱不了的关系，所以你根本逃不开的。逻辑思维够强的，不愧是读理工的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像今天早上吃饭时那么开心。我爸说，人只有在做自己最开心的事情时，才会真心的笑。峰峰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他而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唉，你又懂了。我当然懂了，难道你不想跟他们一起开店吗？啊，我……唉，失败。今天早上就没有献上殷勤，本来还指望这本考研资料能让你多给我加点分呢。现在好了，谢谢，谢谢你懂我。说了这么多谢谢，有没有实际一点的奖励？哎，黄辉，哦，可以呀，你小子终于有女朋友了。你想多了，他不是，他是，我是他终于有的女朋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小子可以呀。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上课去了啊，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终于有的女朋友。哎，别给我希望啊！开个玩笑好吗？别那么认真啊！那就开个玩笑，牵个手呗。你想太多了吧？哎，等等我！哎。